81歲嘅李家鼎鼎爺同大仔李永漢關係徹底決裂，原來一直被大仔視作提款機，鼎爺終於頂唔順，被逼到埋牆角，唯有揭穿阿仔扮孝子嘅真面目，主動向傳媒公開 WhatsApp 同電話錄音，爆出永漢多年來當佢係人肉提款機，成日打佢200萬定期存款主意，仲用極惡劣嘅口氣逼老豆找卡數同供保險。喺電話對話中，鼎爺話自己就快不獲續約，收入大減，希望唔再供養大仔。點知永漢一聽就發癲，鬧老豆趕絕佢。鼎爺勸佢揾供養家，45歲嘅永漢竟然話自己高中學歷都冇，做銷售員都冇人要，繼續理直氣壯做良地。佢仲咆哮話揸住九龍塘屋契，我頂 X 咗去銀行，你吹牙。其實鼎爺講不獲續約只係策略，等個仔唔好再攤大手板攞錢。細仔李永豪證實，公司已經同鼎爺續約，當時只係未傾掂，鼎爺擔心不獲續約先咁講。